再睇嗱，佢線步夾硬炒落去嘅呢個波，佢又緊張個頭啊！係啊，因為當時甩咗之後咧，阿費蘭道就到嘅，咁樣鏟落去邊有唔會12碼啊？費蘭道都成。海榮佳靠你啦嚇，入咗人生第12個大港腳嘅入球啊！咁啊，之前呢就泰和杯4強對住伊拉克啦，亦都咧就曾經攻入過一球12碼嘅嚇。當時我哋曾經領先過添啊，最終反輸1-2。好啦，整翻靚仔頭髮先，唔好再視線搶要。口順條氣，深呼吸，準備就緒。安永佳大戰門將就馬馬，上場35分鐘嘅階段啊！哇，大家都好緊張啊！靜靜地睇佢寫個12碼。呢邊咧就黃色戰衣就孟加拉嘅門神馬馬啦，睇睇安永佳掂唔掂？係咯，安永佳冇問題，冇問題，安永佳1-0。呢啲地波就算龍門可以俾佢捉到嗰邊條路咧，都未必撲到，因為個波咧射得比較係貼地啊。咁啊，何況龍門都係捉錯路啦。好，1-0，咁啊好啲啦，定啦。